咁咧，依家咧針對於下碟咧，送你25萬嘅呢個裝修基金。小貴綠道就喺呢個眼前，直接咧行路就可以到噶啦，大概10分鐘。上碟嘅示範單位，入證面積170平方，使用面積咧咁啊加埋170平方，可以用到230平方左右。Hello， 大家好 ，V 家堂嗱，今日咧就過到嚟咧呢個花園咧就香港嘅發展商開發嘅龍柏花園啊，咁啊呢個龍柏花園咧好多行家就拍咗好多啦，咁啊大家睇到啦嚇，龍柏花園咧呢個位置嚟講咧喺澳頭呢個位置賣得非常之好，深受呢一個港人嘅喜愛嚇。咁啊呢一個龍柏花園咧近期咧咁啊推出一個咧別墅嘅呢一個咧最新嘅4月份嘅呢個特惠，大家揸緊時間嚇。咁啊，今日咧，其實我想咧詳細介紹翻呢一個樓盤嚇，咁啊，相信咧好多行家咧都拍咗好多噶啦，同埋我哋 V 家拍咗好多觀眾咧就已經對呢個樓盤咧有深層嘅了解，可能比阿唐仲要熟。好，今日大家睇到啦嚇，和記黃埔嚇龍柏花園就喺呢一大亞灣澳頭嘅呢一個咧中間市中心嘅呢個位置。咁啊呢度咧直接過去咧3.2公里咧就大亞灣嘅呢個客運站啦，咁啊通過大巴45蚊咧就可以翻去呢一個咧深圳嘅羅湖口岸。咁啊第二個咧通過呢一個咧門口有2蚊嘅呢一個公交車咧直接咧直達呢一個深圳14號線嘅沙田站。咁啊大家睇到啦，呢個樓盤嚟講咧，其實佢本身自身有自己嘅樓巴星期6日咧有自身嘅樓巴嘅，早上10點鐘，下午就5點鐘左右。咁啊，第二個咧呢個樓盤嚟講咧，直接去到呢一個咧深圳8號線嘅規劃中嘅呢個葵涌東站。葵涌東站咧即將都會開通嘅，依家係到咗小梅沙呢個位置。咁啊，到咗呢個葵涌東站咧，直接咧坐4個站咧就可以到呢一個蓮塘口岸，經蓮塘口岸翻香港嘅。所以呢個樓盤嚟講，無論係從呢一個咧大巴啦，同埋呢個地鐵嘅方式咧，自身屋苑嘅呢個穿梭巴士咧都係非常之方便，而且係可以用到咧高鐵嘅。咁啊呢個項目咧直接到呢一個咧惠陽站啦，廈深高鐵惠陽站13公里直接咧都係2蚊嘅公交車係直達嘅。咁啊通過呢一個惠陽站咧，直接坐4個站就可以到達呢一個香港嘅西九龍所以咧任何嘅交通方式都係非常之方便，而且即將來臨嘅就係呢個澳頭嘅呢一個位置。澳頭嘅呢一個位置咧有本身係一個濱海公園嘅2期，打造咗一個咧就客運嘅碼頭。咁啊呢個咧預估就3-5年左右就會開通啦。咁啊日後咧直接喺澳頭呢度咧直接坐船運咧就可以翻去香港中港城。好，咁啊講翻啦，嗱龍柏花園咧呢個位置嚟講咧，位於呢個大亞灣澳頭呢個位置啦。咁啊呢度咧有周邊非常之多嘅打卡點啦，網紅打卡點啦。咁啊最近嘅就係漁人碼頭啦、濱海公園啦、小貴綠道啦。小貴綠道咧呢度踩單車直接踩咧大概咧就40-50分鐘咧就可以到深圳嘅呢個大鵬嘅。咁啊當然你可以去到咧深圳大鵬啦大鵬鎖城啦，呢個係文化古城啦較長米啦。咁啊呢度沙灘係非常之正嘅，大鵬有非常之多嘅歷史保留嘅呢一個文化村啦、文化嘅呢一種嘅建築啦好多嘅打卡點啦喺惠州咧，到時65歲以上咧就可以辦理一張咧惠州嘅長者卡坐全市惠州市嘅呢一個公交巴士係免費嘅。所以你到日後咧，直接咧喺呢度咧辦咗長者卡咧，你坐嚟坐去全市去任何地方玩咧，其實係唔收費嘅呢個公交巴士。好，咁啊講翻啦，嗱呢個交通區位圖會顯示到呢一個龍柏花園嘅周邊嘅呢個配套啦。咁啊首先講翻啦，佢呢度咧直接咧去到沃爾瑪咧，其實係幾百米嘅啫800米左右，直接可以去到沃爾瑪啦。呢個樓盤嚟講咧，最靠近咧就係呢海邊嘅呢一個地塊啦海邊嘅呢個地塊咧，大家睇到有海事局啦，都喺呢個位置漁人碼頭咧，我哋同阿博士拍咗好多嘅。好，今日講翻啦，嗱呢一個咧就係40萬，呢個樓盤龍柏花園40萬起現樓單位發售咁啊帶埋裝修俾你咁啊依家咧直接送你裝修基金咧，係直接咧家私家電硬裝軟裝全部有晒全部咧就係可以做到咧拎包入住。好，咁啊嗱呢張圖咧就會顯示到咧呢一個咧呢個鷹嘴山咁啊鷹嘴山咧上面咧有一個滑翔傘基地啦，跨過呢座山咧就係深圳嘅大鵬。咁啊呢度咧就小貴嘅綠道，一路沿住呢個海邊咧直接踩單車好，咁啊呢一個咧就澳頭嘅濕地公園啦，國家5A 級嘅呢個保護區啦因為咧呢度靠近海，呢度咧引咗一條咧鹹淡水交界一條內海叫咁啊兩邊咧有政府咧設置咧
巨資去打造嘅呢個紅樹林嘅呢個保護區啦嚇。咁大家睇到呢度嘅環境有山有水有海有江有湖，係非常之正。咁澳頭嘅呢一個夜景大家睇到啦嚇，呢一個晚霞火燒雲嘅狀態，大家睇到咧呢度咧係有城市嘅繁華，唔係話偏僻嘅地方，而且咧佢所有嘅衣食住行全部都齊晒。咁大家睇到啦，全景圖真真實實嘅全景圖，完全冇 PS 角嚇。咁龍柏花園咧就喺呢個位置嚇。咁大家睇到佢靠近嘅呢一種嘅配套好近啦。小桂綠道就喺呢個眼前，直接咧行路就可以到嘅啦，大概10分鐘。咁呢度咧就係漁人碼頭啦嚇。漁人碼頭咧，大家睇到啦，呢度咧就係政府咧巨資打造嘅漁人碼頭啦，新嘅漁人碼頭啦。咁呢度咧就係舊嘅漁人碼頭咧。好，咁大家睇到啦嚇。呢張咧就係咧澳頭嘅晚霞嘅夜景啦，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嚇。呢度咧就海景城嚇，海景城我哋都賣得非常好嚇。海景城樓下咧就有一個特色嘅商業街嚇。好，咁呢度咧就唔詳細介紹啦，我哋直接咧過到沙盤呢度咧，同大家講翻呢個樓盤嘅詳細同埋在售嘅呢一個咧產品同埋個價錢，同大家咧報價。好，咁大家睇到啦，沙盤咧非常之巨型嚇。咁呢個樓盤咧其實唔係細盤嚟嘅嚇。咁大家睇到啦，成個樓盤嚟講，佔地8萬平方嚇，總嘅建築面積咧24萬平方，一共咧有27棟嘅呢一個建築嚇，包埋咧呢啲疊水咧，中間嘅疊水咧有17棟嚇，咁圍合式嘅呢一個高層單位咧就有10棟嘅，咁大家睇到一共有27棟嘅呢一個咧住宅嘅產品嚇，一共有2700戶嘅，咁依家咧佢賣緊嘅呢一個產品咧就係呢一個咧27棟嘅呢一個高層同埋18棟嘅呢一個高層。27棟咧係早推出嚟嘅，依家在售嘅貨量咧就稍為少啲。18棟咧係啱啱推出嚟嘅，佢個貨量咧就稍微多啲嘅。佢個景觀都係非常之好嘅。咁講翻啱先講啊，佢賣緊個高層咧就涵蓋咗咧51平方至到58平方嘅呢一個1房1廳嘅單位啦，同埋咧72平方至到81平方嘅呢一個2房嘅呢一個單位嘅嚇。咁仲有一個106方嘅3房2衛嘅單位咧，後期咧發展商先攞出嚟賣。咁大家睇到啦中間咧有好多嘅呢一種嘅疊水啦嚇，咁依家最主要咧，從琴日咧發展商已經係向集團咧申請咗一個價錢嘅呢一個已經幫咗取嘅啦，可以按照呢個價賣嚇，4月特惠嚇，針對於8號樓。咁8號樓呢個疊水咧就有咧22套，下面咧就11套嘅呢個下疊，上面咧就12套嘅呢一個上疊。咁下疊咧就係130平方嘅130平方送你25平方嘅呢一個花園有2層樓俾你，一共咧可以用到咧。大概係155方至到160方嘅使用面積啦嚇，咁佢個價錢咧就140萬至到155萬嘅，咁上疊咧就係170平方嘅嚇，咁佢送你咧就係天台嘅呢一個露台咧有60平方，2個天台自己送俾你，咁加埋個使用面積咧就去到咧大概230、240度啦，有3層半樓，其實係嚴格嚟講應該係4層樓俾你嘅。咁個總價咧就去到咧就200萬至到咧220萬左右咁大家去睇翻啦。咁依家咧針對於優質客咧，其實別墅咧係可以做到咧1.5成嘅首期嘅咁正常嚟講都要俾到2成嘅呢個首期。咁針對於高層嚟講咧最低咧可以做到1.5成嘅首期。咁啱先講翻呢一個高層同埋呢個疊水咧，其實都係住宅性質70年嘅呢一個產權嘅咁同埋咧呢個樓盤咧。係香港人最中意嘅嘢咧，就係個會所啦咁大家睇到啦，最後面呢度咧就有爐商個位置咧，24、25、26棟呢3棟高層嘅2樓咧係做咗一個業主嘅會所，升級會所嘅。咁依家咧我哋咧就過到嚟咧就同佢哋阿老總啦，因為咧賣得好啦同埋俾面 V 家大公司啦，博士嘅招牌啦，攞咗咧就幾套嘅精選嘅呢個獨家房源。針對呢個高層咧，我哋18棟咧攞咗2套嘅呢一個獨家房源咧，只有 V 家可以賣，享受住額外嘅優惠攞咗2套。稍後我哋咧去到呢一個示範單位咧，同大家去報價俾大家參考翻。同埋呢一個8號樓嘅呢一個疊水咧，我哋一樣都係攞咗2套嘅呢一個精選嘅獨家房源非常之靚，個價錢咧都非常之優惠嘅。依家話不多說，馬上過到去咧呢一個高層同埋別墅嘅樣板間，同大家睇下個格局啦，同埋報埋價俾我哋。好，入到嚟社區啦，大家睇到啦全部嘅呢一個疊水產品同埋高層，全部做好晒，全部都係現樓，逐一咁樣去推售。依家咧先拍呢一個高層高層咧最主要咧推售緊嘅咧就係呢一個18號樓呢條片咧就詳細介紹呢個樓盤大家唔好嫌阿唐囉嗦想咧。介紹詳盡啲買樓嘅人咧，我相信咧佢一定咧唔會嫌呢條片長嘅，佢想知道嘅信息只會要更多唔會要更少嘅所以咧呢條片會好長，但係咧會好詳盡咁樣去介紹翻產品。每棟樓咧都會按照翻咧
呢一種嘅格局嚇，咁啊大家睇到呢種燈咧，真係非常之大、非常之誇張嘅設計，而且非常之光亮。咁啊呢度咧全部包晒石，全部包晒石嚇，咁啊大家睇啦，好有香港 feel。呢啲咧全部都係咧夾板嚟嘅嚇，咁啊大家睇啦，仲保留緊有信箱啦嚇，咁啊呢啲快遞咧全部可以咧擠喺樓下，直接落樓攞就得噶啦，唔需要話去到咧菜鳥驛站嘅。咁當然啦，每個樓盤都有一間商鋪咧係菜鳥驛站嚇。好，咁啊大家睇到啦，一入到嚟咧已經係感受到咧濃厚嘅香港 feel 嘅呢個裝修啦嚇，好似咧翻咗香港屋企咁樣。所以買到呢一座龍柏花園咧，其實係同香港裝修嘅呢個格局咧，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咁啊大家睇到啦嚇，從個鏡頭已經係感受到佢咧係完全係未見到有乳膠漆，非常之正，全部包邊，非常之豪客。咁啊呢棟樓係18號樓咧，啱啱推出嘅。仲有少少嘅貨量揀嚇，咁啊依家咧馬上上到去示範單位咧，拍俾大家睇嚇，電梯非常之靚。好，咁啊電梯出咗嚟啦，兩個 lift 嚇，咁啊分開嘅兩個 lift 嚇，咁啊呢 lift 咧非常之正啊 lift 井嚇，咁啊大家睇到咧轉個圈俾大家睇噶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全部包晒邊嘅，非常之正。咁啊你唔知嘅以為入咗3星級嘅呢個酒店嚇，所以咧香港嘅發展商佢個設計非常之正。同埋呢啲天花吊頂咧，全部做晒嘅。咁啊，首先咧，同大家咧介紹翻呢一套咧兩邊翼嘅，就係咧51平方嚇，一房一廳。好，咁啊入到嚟咧，大家睇到啦，呢個咧就係51平方一房一廳，佢送咗嘅裝修基金俾你咧就7+3萬，7萬蚊咧就係硬裝，3萬蚊咧就係家私家電，所以咧佢有10萬蚊咧俾你咧做到咧拎包入住。咁啊，依家大家睇到呢一個展示咧。就係咧7萬蚊做嘅硬裝嚇，咁啊另外仲有3萬蚊咧嘅家私家電咧，就隨翻你去自己去買家私家電啦。如果你話唔中意呢一個咧硬裝嘅標準咧，其實你可以咧加少少咧做好啲嘅。所以咧呢種裝修咧就唔係話發展商統一送俾你嗰隻，可以更加之靈活嚇，更加之靈活。如果你話想咧我7+3萬10萬蚊咧都做晒個裝修咧，我自己嘅家私家電自己買咧都係得嘅，你可以咧用呢10萬蚊。都 OK 嘅，完全冇問題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就係呢一間公司啦嚇。咁啊，呢間公司咧就大家睇到啦，偉中同埋呢一個咧振昌嚇。咁啊，依家咧龍柏花園和記黃埔咧就提供2間嘅呢個合作單位俾大家去做一個裝修，就按照翻呢一種標準嚇，直接揾呢2間。又或者咧揾第三方嘅公司，又或者咧第三方嘅公司揾到我哋咧 V 家去做裝修咧，完全都係冇問題嘅嚇。好，咁啊，大家睇到啦。我哋從呢度開始介紹啦嚇，咁啊呢個咧就係7萬蚊做好嘅硬裝嚇，7萬蚊做好嘅硬裝，仲有3萬蚊嘅家私家電咧嚇，直接咧你自己可以買3萬嘅呢個額度，7萬蚊嘅硬裝咧已經係做好晒，毛坯已經係發展商交咗個門嘅，同埋呢一個咧機械鎖，咁當時咧你之後咧用嗰3萬蚊咧，你就可以配備一個咧智能鎖嚇，咁啊品牌咧任你揀嘅嚇，咁啊呢度有個貓眼啦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咁啊呢度咧可以作為一個咧做一個餐邊櫃啦，或者係玄關櫃啦，咁啊都冇問題嘅。咁啊到時咧自己去做翻，反正呢種硬裝咧全部都做好晒嘅，光纖啦、插頭啦、插板啦呢一啲咧全部做晒。咁啊包埋呢一盞燈咧，其實都係嘅嚇，全部都係眼見即所得，就係7萬蚊做好嘅嘢。咁啊依家睇到佢個品質咧係非常之高嘅嚇，唔會甩灰嘅。咁啊大家睇到啦嚇，同埋佢個瓷磚咧都非常之光燦燦嘅嚇。咁啊呢度咧仲有啲地腳線嘅包邊金屬嘅，咁啊呢度咧全部都係有啲預留咗嘅插蘇，全部都係夠晒位嚇。咁啊大家睇到啦，一樣咧都係雙層玻璃交俾你嘅嚇，所以咧佢呢種咧就係咧夏天咧開空調比較慳電啲，同埋你嗰個隔熱隔紫外線嘅係非常之好嘅，最主要咧係隔噪音嚇。好，咁啊呢個露台咧大家睇到啦，非常之大。咁啊，香港樓咧1000零萬嘅樓咧，最多都係得半橛嘅啫，所以咧呢個露台咧已經係夠晒大㗎啦嚇。51平方，佢個開間做得大，佢個露台咧，佢個進深同埋開間都 OK。咁啊呢度咧已經係咧預留咗個出水位啦，同埋呢一個插蘇啦，俾你咧擺個洗衣機喺呢個位置。呢度咧有個地漏嘅嚇，咁啊呢度咧你可以咧直接做風窗。都係 OK 嘅嚇，咁啊做咗風窗咧，你個廳會更加之大啲；唔做風窗咧都得。咁啊，大家睇到個景啦嚇，咁啊呢一個係18棟嘅51平方嘅產品，大家睇到咧，佢中間係得個疊水產品嘅啫，所以佢嘅樓間距咧係非常之闊嘅。咁啊左手邊咧可以睇到啲山景啦嚇，咁啊大家睇到啦，樓間距一流樓間距係一流嘅，因為佢係低密度嘅社區，中間做咗別墅咧，佢唔會話咧全部都係
錯點式嘅呢一種嘅佈局，所以呢一種嘅樓間距視野採光係非常之好嘅。咁啊，而且呢個位置可以望到海景啦，望到山景啦，同埋本身樓盤嘅呢一種嘅樓間距咧，非常之舒適嚇。好，咁啊，再次調翻個鏡俾大家睇翻啦嚇，非常之乾淨利落嘅呢一種嘅精工品質，非常之正嚇。佢7萬蚊可以做到51平方，硬裝幫你搞好，通晒水電，全部呢一種嘅做晒係非常之唔錯啊。好，咁啊嚟到呢個位置先睇個衞生間。嚇，咁啊衞生間咧一樣咧都係7萬蚊幫你全部包晒呢一個嘅嚇，靚仔嘅風幕門啦嚇，呢種門係唔錯嘅嚇。咁啊同埋咧呢度咧係有淋浴趟門嘅，淋浴趟門同埋呢啲咧酒店式嘅呢一種嘅防滑石咧全部做好，淋浴5件都係有嘅嚇。咁啊呢度咧仲有一個咧係暖爆喎，所以你大家睇到嚇非常之正，馬桶啦、洗手盤啦。同埋鏡櫃嘅收納式嘅呢一種鏡櫃啦，全部都係有嘅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嚇。好，咁啊左右咧就大家睇到啦嚇。咁啊呢度咧右手邊嘅廚房嚇。咁啊廚房咧大家睇個大細啦嚇，從呢度到呢度，大家睇到啦，呢啲全部都係膠標嘅。咁啊大家睇到啦嚇。咁啊抽油燃氣灶啦、抽油煙機啦，呢兩個有，同埋呢個洗手盤個星盤都非常之大嚇。而且呢度有窗嘅嚇，有窗嘅嚇。我哋放啲空鏡俾大家睇，有窗嘅嚇。同埋呢度咧仲有一個涼霸啦嚇，咁啊呢個歐派嘅，大家睇到啦。呢度咧預留咗單門嘅雪櫃啦嚇，咁啊呢啲咧全部都係交樓標準。當然啦，細嘅一間房咧51平方有房一廳，等佢2公婆過嚟住啦，所以咧唔需要話做個雙門雪櫃嘅。如果你真係好中意炒餸啊，中意買多嘢啊，咁其實咧你到時咧可以做一個細嘅改動，同呢兩間公司去講咧，我要呢度少一橛嚇，呢度咧預留雙門雪櫃。都係得嘅，所以咧你自己加錢，又或者咧按照翻你嘅意思去做嚇，咁都係 OK 嘅，比較靈活性啦。咁啊呢間咧就係主人房啦嚇，得一間房，地腳線做好，有窗嚇，同埋呢個非常之細心嘅嚇，呢度咧有個蚊紗窗咧嚇，非常之安全嘅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呢度裝咗蚊紗窗嘅嚇，所以冇蚊嘅嚇，佢個管理咧做得非常好，香港嘅管理公司嚇，安利嘅呢一個管理公司，安利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嚇。好，咁啊非常之安全啦，同埋咧救命鐘一定有啦，退休必備嚇，救命鐘一撳咧就會咧物業管理處就會上嚟睇睇咩情況，係咪？大家睇到啦嚇，咁啊同埋個窗台都一樣係有個石磚去包嘅嚇，咁啊呢度有個飄窗送，一樣都係雙層玻璃，有蚊紗窗裝俾你嚇，所以咧呢間房咧非常之正嚇，仿木紋嘅瓷磚啦嚇，大家如果中意搞衞生拖地嘅，其實呢個仿木紋瓷磚會比較好用啲嚇，插蘇都預留得夠，呢度咧仲有3個嚇，嗰度咧。大家睇到啦，所以呢個裝修係完全冇問題嚇，呢個裝修係完全 OK 嘅嚇，7萬蚊幫你裝好咗500幾尺嘅呢個單位啊，同埋佢嘅燈都做得非常之正啦嚇，唔錯。好，咁啊呢一個咧就係51平方嚇，咁啊咧我哋咧揀咗一套咧我哋獨家嘅 V 家代理嘅呢個房源嚇，同大家報價嚇，18棟2903嚇，咁啊呢個咧就係東南向嘅呢一套嚇，咁啊面積咧51.44平方嚇，1房1廳嘅單位。咁啊，依家折實嘅總價465988蚊嚇，咁啊依家咧回贈你咧7+3萬嘅呢一個咧裝修嘅呢一個基金7+3萬10萬蚊咧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嘅啦。咁啊依家咧仲有一個咧限時嘅活動咧直接咧就送你一個契稅嘅呢一個補貼，送你1個點嘅契稅補貼。咁啊直接咧4659蚊嘅呢一個契稅咧，直接係唔需要交嘅，發展商俾你交嚇。好，咁啊。訂金就交1萬啦，按金咁就可以咧直接咧將呢套房鎖落嚟㗎啦嚇。咁啊俾做按揭上會咧就俾2成嘅首期啦，2成嘅首期就係95,988蚊，貸款8成咧就貸款咧37萬，咁啊月供嚟計咧就係1559蚊一個月嚇。契稅咧就係咧呢一個咧4000幾咧係送俾你嘅，你唯有交嘅就係呢一個咧維修基金，70年只交一次大修基金嚇，咁啊3086蚊嚇。咁啊呢套房就可以攞低嘅啦嚇，咁啊大家睇到咧價錢非常之美麗嚇，我哋一鏡過咧直接去到咧呢個2房嘅單位嚇，去到2房嘅單位。好，佢2房嘅單位咧其實有2個職嘅，一個咧就係樹廳嘅設計，一個咧就係飛機型雙龍抱珠。先帶大家睇翻呢一個樹廳嘅設計啦。咁啊呢一個咧80平方嘅2房咧，佢就咧送你咧就8+5萬，即係一共係13萬嘅呢個裝修基金嚇，幾乎咧都係涵蓋咗可以咧做到拎包入住。咁啊8萬蚊咧就係做呢一種嘅硬裝俾你，仲有5萬蚊咧你自己可以買家私家電，呢間眼見即所得。好，入嚟咧，大家睇到啦，按照翻呢一種格式嘅廚房做好晒，大家睇到個進深由呢度打到呢度，所以咧2房。大2房，房間大，廚房非常之大，所以咧好多客咧中意揀2房咧，第一個一步到位，第二個咧呢個廚房咧
非常之正，非常之大。從嗰度打到呢度咧，已經去到咧差唔多有4米㗎啦嚇，星盤都夠晒好，操作台都夠晒闊，同埋咧大家睇到啦嚇，呢啲咧全部都係咧小米嘅品牌，直接咧係送俾你嘅嚇。上下嘅呢個櫥櫃全部幫你做好晒，即係非常之正。同埋佢嘅收納空間咧做到非常之強咧，因為佢做到呢啲上下嘅櫥櫃咧。第一個佢本身個空間大，第二個咧非常之正嚇，同埋呢啲咧都係用材料非常之好嘅鋼琴敲漆嘅嚇，同埋咧呢啲石材板都非常之正嚇，所以咧呢個門啊唔錯啦，係咪？咁啊預留咗呢一個單門雪櫃啦，到時咧如果你話個廚房咁大嘅嚇，咁啊住多2房梗係買啲嘢多啦，咁啊直接咧呢度咧叫佢咧嚇改一改造嚇，我要咧要求我要做咧雙門雪櫃嘅都係 OK 嘅嚇。好咁啊呢一個裝修咧用咗暖灰色嘅呢一個瓷磚。啱先嗰個1房咧就用咗咧就淡黃色嘅嚇，暖黃色嘅。好一樣咧都係咧雙層玻璃，個露台非常之大。咁啊大家咧睇到個景啦嚇，一樣咧個樓間距就係無敵嘅。前面有山景同埋呢一個別墅景，而且咧左手邊咧可以通過呢一度咧可以望到咧嚇海景嘅。雖然話係罅景啊，其實現實當中嗰度嚟實地考察其實都非常之靚嘅嚇。好咁啊洗手間大家睇到啦。咁啊呢啲咧全部齊晒，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嚇，同嗰個1房嘅交樓標準係一模一樣嘅嚇，咁啊唔需要多解釋啦。好咁啊呢度咧就第一間房嚇，有飄窗數，大細咧 OK，咁啊呢度咧擺個1.6米嘅床咧，呢度咧仲可以做衣櫃嘅嚇，採光非常之好，一大面窗啊，呢啲蚊紗窗咧都幫你做好晒嚇，非常之正嚇。好咁啊呢度咧主人房啦，咁主人房咧從呢度到呢個位置嘅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尺寸咧係夠晒大嘅，而且佢通風採光非常之好，呢度有窗嘅嚇，所以咧兩邊窗一打開咧係斜風嘅，非常之正。走咗一轉嘅呢個假天花啦，同埋呢盞燈都非常之正啦嚇，一樣咧都係仿無紋嘅瓷磚，包晒呢一啲地腳線，係非常之正。咁呢間房咧，你話呢度咧擺個2.2米嘅床咧都係 OK。如果你話想用翻呢一個飄窗咧，將鋪牆拍埋呢度咧做個榻榻米咧都係得嘅。咁啊呢度咧做個化妝台啦嚇，因為呢度有採光，咁啊呢度咧就做衣櫃啦，完全冇問題啊！咁啊仲有5萬蚊嘅呢一個基金咧，可以買家私家電啦，同埋做埋2間房嘅呢個櫃啦、餐邊櫃啦嚇，同埋呢一個玄關櫃啦，都係 OK 嘅嚇。所以咧8加5萬13萬嘅呢個裝修基金咧，完全可以做到咧拎包入住。好咁啊，我哋咧就一鏡過咧，直接去到一個咧呢個積我哋賣得非常之好，幾乎嘅客都會揀呢個積。雙龍抱珠，因為佢雙龍抱珠嘅戶型咧，佢個採光咧會更加之猛烈少少嘅嚇。好咁啊，呢間咧雙龍抱珠嘅戶型嚇，入嚟同大家去介紹翻啊。好咁啊，一樣咧都係咧嚇8加3萬嘅呢一個咧裝修基金直接送俾你，都係按照翻呢一種嘅模式嚇參考翻嚇。咁啊呢一度咧就係咧直接咧係8萬蚊嘅裝修基金幫你做好晒。咁啊呢個咧一樣都係80平方嘅2房，但係佢個積唔同。大家睇到咧兩邊開嘅飛機戶型嘅，咁啊2間房咧都係咧一個左手一個右手，所以佢個採光面會更加之大。大家睇到咧佢個採光係咪會更加好咧嚇？咁啊個視覺性咧，譬如話你翻到屋企同埋朋友仔過嚟咧，你視覺性咧呢間房係大好多嘅嚇。好咁啊呢度咧就作為一個飯廳啦嚇。咁啊廚房咧到時你嫌唔夠大咧，可以褪出嚟呢個位置，相當於同啱先嗰個廚房咧會大好多嘅。大家入嚟睇翻。你睇個廚房啊，平時市面上嗰啲戶型咧120幾平方咧都未必有呢個廚房大啊，未必有呢個廚房大。大家睇到咧呢個精工品質咧就係8萬蚊，直接幫你做好嘅硬裝，眼見即所得，大星盤、大面嘅窗嚇，上下櫥櫃嚇，咁啊呢啲全部齊晒。咁當然啦，我又建議翻咧，如果你話廚房再要大啲嘅，你就褪出到呢個位置。咁當然，如果我話廚房唔需要用咁大嘅。我想個餐廳大啲咧，我想擺張圓台嘅，咁呢度咧就唔需要話改到你呢個位置啦。呢度咧擺張圓台就非常之 OK。又或者你想做呢一種嘅中島中西廚嘅結合咧，直接褪出嚟咧都係冇問題嘅，加錢就得啦嚇。發展商就送8萬蚊嘅裝修基金俾你，你自己加。又或者咧你攞8加5萬，直接咧13萬全部做晒硬裝，家私家電咧我自己另外買都係冇問題嘅。13萬直接抌落嚟咧，呢度咧加個中西廚結合嘅中島過嚟，哇，非常之正嚇。好，咁啊睇翻呢度啦，好，咁啊呢度咧就係洗手間啦，咁啊呢啲咧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嘅，所以咧佢幾間房嘅交樓標準咧，佢個搭色、佢個瓷磚嘅搭色各方面嘅設計咧都有少少唔同嘅，所以咧你到時咧就係直接咧見呢2間公司咧就可以確定你個裝修方案，按照你自己嘅喜好嚟嚇。好，咁啊呢間房咧作為主人房，大家睇到非常之大，大家睇到嚇呢種咧就
複合嘅木地板嚇，所以咧你要做木地板又得，瓷磚又得，任君選擇嚇，任君選擇嚇，咁啊兩個幾乎嘅價錢都係差唔多。好，咁啊嚟到啦呢間房啦嚇，咁啊呢間房咧稍微細啲啲啦，可以作為一間客房啦，或者兒童房啦，或者雜物房啦，或者係迷你倉啦，或者係玩功夫茶嘅茶室啦。都係 OK 嘅，一樣咧都係木地板嚇，咁啊呢度咧有個飄窗數，所以咧可以按照翻呢一種嘅格式咧，叫到呢兩間公司咧直接幫你做翻呢種模式就 OK 啦嚇，咁啊所以咧佢細房用到咧7萬蚊啊，兩房用到8萬蚊，已經係可以做到呢種效果咧。我相信好多嘅呢一種市面上嘅裝修公司咧，都係未必可以做到呢一種效果嘅，因為佢本身就係成本價想楞住呢一啲毛坯嘅單位咧就賣出去嘅。好，咁啊，報一報咧，我哋嘅呢一個獨家房源啦嚇，18棟1805嚇，咁啊面積咧79.51平方嚇，兩房嘅，咁啊折後嘅總價695718蚊嚇，咁啊回贈你咧就8+5 13萬嘅呢個裝修基金嚇，幾乎做到拎包入住，咁啊契稅咧就送你1%啦，咁啊送你6957蚊嚇。咁啊，車位咧1萬蚊就得啦，直接咧70年產權嘅產權車位，直接咧指定嘅車位直接送俾你嘅嚇，1萬蚊可以買個產權，價值6、7萬蚊嘅呢個車位，咁啊訂金就1萬蚊啦，直接按金鎖房啦嚇，呢套房就屬於你㗎啦，睇啱心水，咁啊2成嘅首期就俾咧145718嚇，咁啊貸款8成咧就係咧貸款55萬。月供咧就係2318蚊啊，咁啊呢個維修基金咧就係4771蚊啦嚇，契稅咧就啱先講嘅呢一個6900幾咧，直接送俾你嘅嚇，所以咧非常之精彩啦嚇，咁啊佢個積咧比較多元化啲啦嚇，咁啊你可以咧買2套打通，買3套打通，又或者你買成層打通都完全冇問題嘅，最主要咧佢係送咗裝修基金俾你咧，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嚇，咁啊依家咧馬上過到去別墅，將精彩嘅別墅咧劈價別墅。最性價比嘅，成個片區最性價比嘅就係佢啦，馬上過去拍俾大家睇翻。接下落嚟咧就介紹呢一個咧疊水產品啦。咁啊大家睇到咧疊水咧全部現樓狀態，全部做好晒。咁啊依家咧賣緊咧就8號樓22套，咁啊其實咧賣咗成10套嘅啦，大家揸緊時間啦。好，咁啊介紹翻咧嗱示範單位做好咗噶啦嚇，咁啊介紹翻下疊，下疊咧。就130平方，有2層樓俾你，相當係個咧細嘅複式咁樣嘅嚇嘅，就係一個疊水嘅產品。咁啊送咗25平方嘅呢一個花園啦嚇，咁啊呢度咧可以做翻個陽光棚啦，咁啊呢度咧種下花草啦，又或者咧直接咧將佢圍起身咧，打造一個咧自己風格特色嘅呢一個咧花園露台啊。咁啊，大家睇到啦，嗰度咧已經有幾戶咧係按照翻自己嘅意思去做翻啦，非常之靚啊！大家可以參考翻啦。我哋稍後放啲空鏡俾大家睇睇下。好，入到嚟睇翻啊，下疊嚇2層樓，有條樓梯直接上2樓。咁啊呢度咧1樓最主要係打造自己嘅呢一個會客娛樂空間啦。咁啊大家睇到啦，就唔係話呢一種嘅交樓標準俾你嚇，現樓無坯即買即辦證嚇。咁啊咧依家咧針對於下疊咧送你25萬嘅呢個裝修基金。咁啊呢一種樣板間嘅價參考咧，咁大家都可以按照翻呢一種嘅嚇，都係冇問題嘅，加少少就 O K 噶啦。反正發展商送咗25萬俾你，你自己加個10萬咧，已經係非常之靚仔嘅，完全我覺得係可以做到呢一種嘅效果嚇。咁啊入到嚟咧，呢種係偏港式風嘅呢一種嘅風格啦嚇。咁啊呢度咧就客廳啦、飯廳啦，咁啊大家睇到個飯台已經係非常之巨型啊，8人位啊。咁啊呢度樓梯啦，樓梯都可以做到非常之正啦嚇。好，咁啊呢度咧就有間細房啦嚇。咁啊呢間房咧有個採光窗嘅，咁啊大家睇到咧佢個非常之採光非常之好啦嚇。咁啊呢度咧可以玩下功夫茶啦，同埋咧會客見客建立啲朋友仔嘅地方咧，可以捉象棋啦、雜物房啦，都係冇問題嘅。作為一個客房都係 OK 嘅，全部包晒呢一啲護牆板同埋貼晒呢一啲咧牆布，非常之正。咁啊當然啦，全屋做晒呢一種嘅中央冷氣咧，非常之正啦嚇。咁啊呢度咧洗手間啦嚇。好，洗手間咧雖然話細啲，但係非常之精緻嚇，入去俾大家睇翻嚇。咁啊呢度咧就洗手盆啦，呢度係馬桶區啦嚇，呢度係冇淋浴嘅嚇，同大家講翻嚇。好，咁啊呢度咧完全咧就非常之正啦嚇，原鋪咧呢啲咧全部都係包晒呢啲護牆板嘅嚇。好，咁啊廚房 U 型嘅設計，按照翻呢種嘅設計去做翻啦嚇。內嵌式嘅呢一種嘅雪櫃啦嚇，非常之正啦嚇，等大家睇到有採光窗嘅，可以參考翻呢一種嘅設計啦。反正送咗25萬嘅裝修基金俾你嚇。好，
咁啊嚟到呢度，嗱呢度咧有個天井嘅嚇，採光非常之猛烈，咁啊直接咧落去咧就係自己嘅呢一個車庫啦嚇，1萬蚊咧加1萬蚊就可以揀一個咧70年產權嘅呢一個車位有紅寶仔嘅，咁啊呢度咧可以咧直接咧呢度做翻一個陽光房啦嚇，呢度搭個玻璃板就 O K 噶啦嚇，咁啊大家睇到啦嚇，呢度咧其實咧有差唔多有50幾尺噶啦嚇。咁啊呢個私家車位咧，直接停好車就可以上樓梯，就可以翻自己屋企啦，非常之正嚇。好，咁啊仲有個2樓嘅嚇，直接咧上嚟樓梯。咁啊樓梯到時咧可以參考翻呢一種咧嚇，就唔會話太斜咁樣啦嚇。所以呢一種咧就類似咧複式嘅單位嚇，低層嘅住宅嘅感覺嚇。咁啊可以咧分開2疊買。咁啊當然你話上下疊買齊咧都係 O K 嘅，冇問題嘅嚇。可以作為一個咧就係聯排嘅別墅嚇。如果上下疊買晒。咁啊呢度咧可以打造一個咧休閒天地啦，可以兩夫妻喺呢度飲下茶咖啡啦，捉下象棋啦，其實都非常之唔錯嘅，唔好嘥咗啲位嚇。好，咁啊呢度咧就有間房啦嚇，呢間房係作為父母房啦，直接咧係望到個自己嘅呢一種嘅園林啦，大家睇到啦嚇，床啊自己可以做翻啲1.7米啦、1.8米啦都 OK 嘅嚇，兩個床頭櫃咧大家可以參考翻啦嚇，唔需要就咁大嘅床頭櫃啊，有啲誇張係60開間啦。咁啊呢度衣櫃啦，大人飄窗俾你啦，參考翻呢種設計嚇，所以咧呢種咧貼咗護牆板咧同埋牆布咧，佢嗰個疊水嘅效果啊馬上出咗嚟啦嚇，大戶人家嘅感覺。好，咁啊呢度咧就係公衞啦。好，咁啊大家睇到啦嚇，打個手俾大家睇下，可以按照翻呢種去設計翻啦嚇，非常之港式 feel 啦嚇。咁啊任君操作啦嚇，咁啊反正係無批嘅，送咗裝修基金俾你任玩25萬。好，咁啊呢個主人房嘅套廁咧非常之好啦嚇，住得別墅梗係要浴缸啦嚇，冬天浸下薑浴嚇，咁啊夏天咧浸下玫瑰浴嚇，非常之正。咁啊大家睇到啦，可以參考翻呢種設計。咁啊呢度做衣櫃啦，呢度係電視櫃啦、背景牆啦嚇，咁啊呢度可以擺個2.2米嘅床啦，非常之闊落嚇，大家睇個視野非常之闊落嘅。咁啊呢度咧有自己嘅私人天地啦，有個露台啦，咁啊到時呢度咧做個風窗咧，你間房咧會更加之大嘅，而且可以望翻自己嘅呢一個花園嚇。咁啊大家睇到個樓間距咧 OK 嘅嚇，所以咧呢個咧就係2層樓嘅單位嚇，2層樓嚇，入正面積咧130平方嘅嚇，咁啊咧送你25平方嘅呢個花園。咁啊我哋咧攞咗一套咧就獨家嘅房源啦，8棟103號房嚇。咁啊，面積咧就129.73平方，呢個係下碟嚟嘅。咁啊，依家折實嘅總價咧150.3974蚊，咁啊回贈你25萬嘅呢個裝修基金嚇，仲送你1個點嘅契稅嚇。咁啊契稅咧就15039蚊咧，係發展商幫你交嘅，契稅唔需要交，發展商幫你交嚇。咁啊1萬蚊就可以咧買一個咧產權嘅車位，加多1萬蚊嚇，2萬蚊訂金直接鎖房，呢套房屬於你嘅嚇。咁啊俾20%嘅首期咧就俾30.3974蚊啊，咁啊貸款80%咧就貸款咧120萬，月供咧5059蚊嚇，咁啊維修基金6487係要交嘅，咁啊契稅咧直接送咗俾你嘅嚇，咁啊針對於優質客咧睇翻可唔可以申請1.5成嘅首期，譬如話你1個月嘅呢個月結單咧收入平均有5-6萬蚊咧以上打上，幾乎係優質客㗎啦，就可以申請咧1.5成嘅呢個首期啦嚇，咁啊針對於依家呢一個價咧，其實咧嚇。依家呢個價咧150.3974咧嚇，咁啊攞翻我哋獨家嘅房源嘅折扣咧，過到你現場實地考察，幫你申請咧額外應該可以減到大概齊頭數10萬蚊，即係呢套房140萬多少少就可以攞低啦。咁啊具體咧就係過到嚟實地考察啦，因為俾人賣咗就冇㗎啦，同埋咧。呢套單位係我哋獨家嘅，咁啊我哋賣出去就冇㗎啦。而且呢個價咧可以咧大概話俾大家知，可以有10萬嘅空間嚇，齊頭數10萬嘅空間，大家揸緊時間。仲有一個上碟拍俾大家睇。好，上碟咁啊上碟咧行樓梯上啊。好，咁啊行樓梯，咁啊如果你話退休自住嘅，揀下碟就得啦嚇。度假式嘅未必要買太大啦嚇。咁啊你後生啲嘅，你買上碟啦。想要使用面積大啲嘅，發揮空間大啲嘅。多啲房嘅就買上碟啦嚇，咁啊行樓梯上啦嚇，咁啊依家咧嚇可唔可以內部加個電梯咧嚇？可唔可以咧外圍加個電梯咧？自己公關呢一個咧物業管理處嚇，但係咧阿唐唔承諾嚇，咁啊自己去玩啦嚇。好，上碟有2戶嘅，呢度一戶，呢度一戶。好，咁啊睇翻咧呢一間上碟嘅示範單位，入正面積170平方，使用面積咧嚇，因為送咗60方嘅天台。咁啊加埋170平方可以用到230平方左右，有4層樓俾你嚇，咁啊自己咧
去玩自己嘅呢個裝修啦。一共咧送你37萬嘅裝修基金，幾乎咧4層樓全部幫你做好晒。好，入到嚟，大家睇啦，廳非常之大啦，進深非常之 OK。好，睇個廚房先。好，廚房一樣參考翻呢一種嘅港式 feel 嘅設計啦。如果你話想住喺惠州享受住呢一個香港嘅生活咧，我建議翻你揀翻呢一種，參考翻呢一種係完全 OK 嘅嚇。因為咧佢送佢嘅裝修基金咧係可以做到呢一種 feel 嚇。咁啊，如果你話要做到咁豪嘅，可能要加少少嚇，未必37萬可以做得到嚇。好，咁啊大家睇到啦，呢度咧1樓嚇就相當於咧會客廳啦、娛樂廳啦、飯廳食飯嘅地方、睇電視啦、娛樂嘅地方啦嚇。咁啊呢度咧就作為第2層休息區嚟嘅嚇。入嚟睇翻呢個套間，大家睇到啦，參考翻呢一種裝修嘅設計床啦擺喺呢度啦，一辣嘅衣櫃嘅位置預留俾你啦，飄窗咧差唔多盡心有1米飄出嚟嚇。咁我建議翻咧呢鋪床咧其實做一半咁樣拍過嚟會更加好，任君選擇因為咧裝修任你自己玩嘅嚇，無欺現樓啊。好，咁啊呢個套廁 OK， 打個手俾大家。你話呢度做個浴缸咧都係冇問題嘅，參考翻呢一種設計啦，非常之豪嚇。好。咁啊嚟到呢度又係一個套間呢個咧係4房5衛嘅嚇。咁啊呢個可以作為咧主人房啦，夠晒豪啦，有一大面嘅衣櫃位預留俾你嚇。你話100-200件衫冇問題，2米嘅床，同埋咧呢度仲有一個露台，個進深咧2米34嚇，可以望到咧下面嘅呢一個花園嘅，非常之正，樓間佢 OK。咁大家睇到啦，因為個高層咧係圍合式嘅，中間呢度全部都係別墅，所以個採光係非常之好。咁啊呢個露台咧可以作為一個高爾夫嘅練習場啦，即係啲草皮啦，係完全冇問題嚇。咁啊呢度咧係梳妝嘅位置啦嚇。咁啊呢度化妝嘅。咁啊呢個咧套廁咁啊進深咧，阿唐打開個手咧都係咧到唔到邊嘅，所以咧你做浴缸完全冇問題啊！大家參考翻呢一種嘅豪宅式嘅呢一種設計啦，喺惠州嚟講，惠州嚟講200萬左右就可以完成你終極夢想。喺香港呢間樓，譬如話係太平山頂嘅、比華利山嘅，你都去到咧幾千萬嘅啦。所以上億都有，但係呢度咧花個200萬左右就可以咧完成晒你所有嘅理想啊！呢啲叫好。咁啊呢度咧作為一個咧客房又得。作為呢一層嘅呢間房嘅獨立嘅衣帽間又得嚇。咁啊呢度咧可以玩下功夫茶啦，又或者作為一間細房啦嚇。咁啊呢度咧有衣櫃嘅位置嚇。咁啊呢度咧可以做咧腰型嘅衣櫃。咁啊呢度仲有個梳妝櫃，完全冇問題嚇。你話想要再豪啲嘅，咁啊梗係連埋呢間房啦。啱先嗰度係做梳妝梳妝台同埋呢個衣帽間就得啦。好，咁啊呢度咧直接有浴缸嘅嚇。咁啊呢層咧可以咧作為一個主人房咧，第3層都 OK 嘅，第2層做主人房都 OK， 完全冇問題啊！參考翻呢種設計啦，啲石材又反而貴啲嚇。好，咁啊呢度咧，大家睇到啦，空間係非常之闊落嘅嚇。呢度咧有一個飄窗，所以採光大家都已經係見得到嘅啦嚇。呢啲燈光咧唔需要話裝太光嚇，已經係非常之正嘅啦嚇。好，咁啊呢度咧就第3層嚇，咁啊仲有第4層。嗱，啲樓梯可以參考翻呢一種啦，包邊啦。咁啊呢度咧，如果吊多一盞燈落嚟咧，就更加之豪啦嚇。好，咁啊呢度咧送咗2個露台，一共送咗咧有600尺嘅露台。呢個露台咧有差唔多有接近400尺嘅。好，咁啊大家睇到啦。嗱呢度咧到時咧可唔可以搭塊板咧作為一間房咧，同發展商自己去公關啦嚇，唔承諾啊。咁啊大家睇到啦，400尺嘅呢個空間咧任你玩啦。你話寵物間啊？養下啲雀仔呢度咧可唔可以咧種啲蔬菜啊？完全冇問題啊！呢度咧仲有300尺嘅細露台，咁啊呢度咧可以作為一個燒烤啦完全都冇問題啦。你話又想砌多間房嘅都得，你會變成4層樓6間房，完全冇問題，因為衞生間係非常之多嘅。咁啊大家睇到啦，佢個採光樓間佢係非常之 OK 嘅，非常之 OK 嘅。好，咁啊呢一個惠州嘅呢個龍柏花園咧，非常之精彩啦，值得大家去參考翻啦嚇。好，咁啊，我哋過到呢個位置可以望到咧，大家睇到啦，成個項目全部整好晒嘅，無顧慮嘅產品。
好，咁啊喺呢度咧報一報咧我哋嘅獨家寶貝房嚇，咁啊咧呢套咧就係8棟303嚇，咁啊面積咧169.94平方，呢個咧係上疊嘅，咁啊依家折實嘅總價2169918蚊嚇，咁啊如果跟 V 加咧仲有10萬蚊嘅優惠嚇，咁啊呢套上疊咧直接送你37萬嘅呢個裝修基金嚇，所以咧非常之筍啊，37萬咧拎包入住完全冇問題啊！咁啊契稅咧送你1.5%嘅契稅，咁啊送你咧32,549嘅契稅，直接咧發展商幫你交，自己唔需要交契稅啊！車位咧都係1萬蚊嚇，咁啊揀你指定嘅呢個產權車位，有紅帽仔嘅2萬蚊訂金，直接鎖房嚇。好，咁啊呢套咧就20%嘅首期咧就交咧439918蚊，貸款80%，貸款173萬嚇。咁啊月供嚟計咧1個月咧只需要7293蚊啊。咁啊維修基金咧就交8497蚊嚇，維修基金係大手基金啦，呢個係需要交嘅。咁啊契稅1.5%咧，直接發展商送俾你啊。不如我哋行過嗰個靚位同大家講翻啊。咁啊呢一個咧別墅特別精彩啦嚇，佢高層咧1至2房單位。個價非常之平啦嚇，做到拎包入住。別墅咧一樣咧個價非常之平，做到拎包入住。呢個樓盤非常之值得大家參考。馬上打以下電話過到嚟咧，為咗龍柏花園過到嚟實地考察，揀翻你心水嘅單位嚇。跟住 V 加咧一定有你着數，有額外嘅優惠，專車接送，包車包餐嚇，一定讓你滿意嘅嚇。咁啊呢一度咧係真係值得嚇香港人買翻香港人開發嘅樓盤嚇。咁啊呢句説話咧係真嘅，佢個設計佢個管理。完全啱晒香港人嚇，咁啊大家咧過到嚟實地考察674000605，咁啊驚呢條片太長啦，咁啊有心睇到依家嘅，其實咧都係對於呢個樓盤咧係十分之滿意嘅啦嚇，盡快咧打下以下電話，馬上過到嚟實地考察啦，出年見，今集到呢度，拜拜。